26年嘅上半年咧就已經結束㗎啦。咁啊，依家咧總結翻我哋上半年啊，咁啊究竟邊幾個小區係賣得比較好嘅？前3名點解會賣得咁好啊？咁啊優缺點咧，我會將佢擺喺視頻嘅一個最後啦，睇下有冇你屋企嘅小區啦。咁啊，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坦洲嘅一個國際花城啦，網簽咧係360套嘅，咁啊霸榜中山嘅 Top One 啦。咁啊第2名咧就係三鄉嘅華發觀山水啦，咁啊網簽咧350套啦。第3名咧都係坦洲嘅逸駿半島啦，網簽咧係267套啦。點解前3名都係喺中山嘅南部嘅？哇，有啲奇怪喎，難道中山嘅城區真係賣唔喐咧咩？咁啊第4名咧就石岐嘅欣洋御神啦，網簽咧係259套嘅。咁啊第5名咧就係沙溪嘅金溪龍澤花園啦，216套嘅。咁啊馬鞍島嘅招商津灣府啦，192套；南朗嘅錦繡海灣城咧186套啦。咁啊石岐嘅展銳江月灣咧都有181套啦。咁啊石岐嘅華健龍湖香山頌啊175套啦。東區嘅保利朗月咧171套啦。除咗前3名啊係屬於南部嘅話，咁啊都普遍咧係咁啊，其餘嘅嗰啲咧多數都係為中部嘅呢一啲石岐嘅城中心為主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突出啲嘅咧就係馬鞍島嘅招商啦。26年嘅上半年住宅咧，一共係網簽咗2357套嘅。咁啊，上半年賣得最好嘅呢3個盤咧，今日咧亦都客觀咁樣同大家去講清楚啦。咁啊，先講優點啦。國際花城嘅一個優點咧，係1000畝嘅一個成熟大盤啦。咁啊，自帶咧係300畝嘅一個大湖景啦。自帶幼稚園同埋小學啦，多條嘅一個公交線路咧係直達珠海嘅。咁啊，戶型嘅一個贈送面積大啦，首付嘅一個門檻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入住率比較高啦。出租率同埋流通性咧都比較強嘅。咁啊第2名咧就係觀山水啦，華發嘅一個大品牌啦，背靠五桂山嘅一個天然山水啦，容積率咧都比較低嘅，小區環境咧比較安靜嘅，單價咧係5-6千，全市嘅一個墊底嚟㗎啦。咁啊自帶會所商業街，咁啊適合咧養老度假嘅，高速往返港珠澳都比較方便㗎啦。咁啊第3名咧就係逸駿半島啦。坦洲離珠海主城區係最近嘅啦，步行咧就可以行到去明珠站啦。周邊嘅山姆啊、商場咧都比較齊全嘅。咁啊90方到110方嘅3房啦，社區嘅一個桑泳池啦、大園林、通勤珠海、香洲嘅話，呢3個盤入邊咧係最快嘅啦。咁啊呢3個盤咧統一嘅優勢咧都係緊貼珠海嘅。咁啊總價咧亦都比較低，預算有限嘅，經常往返珠海通勤嘅啲剛需群體嘅話，都能夠匹配到呢一度嘅。講翻呢3個項目嘅一個短板啦，好多主播咧就係同你講銷量幾好唔講呢一啲項目嘅短板嘅。咁啊，我將業主吐槽得最多嘅一啲問題咧，一次過同大家去講清楚啦。吐槽得最多嘅第1名花城哥。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小區嘅一個內湖啦，屬於封閉嘅一個死水湖嚟嘅。咁啊，每逢落親大雨啊，咁啊依泥雜物翻湧咁樣去發酵噶啦。咁啊，臨近湖嘅嗰啲低層異味咧就真係好重嘅。物業嗰邊咧亦都反覆咁樣去清，但係咧都冇辦法根治嘅。咁啊，加上小區咧體量太大啦。物業嘅一個維修進度咧比較慢嘅，車位比較緊張啦，高峰期咧係比較容易塞車㗎啦。咁啊，第2名山水哥啦，位置咧就比較偏嘅，周邊咧都係啲廠房嚟㗎啦，大型嘅一個商業同埋學校嘅配套咧都比較欠缺嘅。咁啊，二手房嘅一個房源量咧都比較大，接盤人咧係比較少㗎啦，轉手嘅難度咧就真係比較大嘅。有啲部分嘅係無坯交樓嘅隱性嘅一個裝修咧，亦都會帶嚟唔好嘅體驗啦。咁啊，到第3個啦，亦都係最後一個啦。咁啊，半島哥呢一邊啦，漏洞咧係非常之密嘅，樓間距咧亦都好窄啊。咁啊，低層嘅採光咧係會比較一般㗎啦。靠近香海高速嗰邊嘅有噪音啦，經常咧會用啲低價差啲嘅戶型去進行引流啦。
而且項目咧都仲喺度分期咁樣建設，未來嘅好幾年咧，亦都會有呢一個施工嘅粉塵同埋噪音嘅影響啦。項目嘅一個硬傷咧，都係會比較明顯嘅但係咧一樣都賣得咁好所以咧需求唔一樣嘅話，唔論佢呢一個項目係點樣嘅，咁最後咧同大家去總結翻幾句啦。每一個樓盤咧都有佢嘅一個硬傷嚟嘅睇翻你自己嘅一個個人需求，你在乎嘅係邊幾個啦每一個人買樓嘅一個優先級咧係唔一樣嘅，同埋佢可以接受嘅一個短板咧，亦都係唔一樣嘅。所以冇話邊一個樓盤係一定係唔好嘅，亦都冇邊一個樓盤係一定好嘅最多講咧就係話你係唔適合唔係話呢一個樓盤唔好冇邊一個樓盤咧係做得十全十美嘅啦。想喺中山或者珠海呢邊揾一個靠譜啲嘅中介嘅話，咁咧你就一定要帶眼識人啦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就一定係唔會錯噶啦。每一個樓盤嘅一個優點同埋缺點咧，都會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因為買樓咧唔係買棵菜嘅。而且咧，我哋每個人買錯樓嘅一個代價咧，係確實係太大啦。特別係我哋呢一啲剛需嘅群體啦關注我啦，留意翻我哋中山同埋珠海嘅一啲選盤啦今期嘅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噶啦想要睇樓嘅話，就隨時 call 我啦係咁，拜拜。